各位萬象之行嘅親愛朋友，大家好，我係阿傑。今日阿傑想同大家傾一個好重要嘅話題。呢個問題可能我哋一世都唔想遇到，但係如果真係發生咗，處理嘅次序如果搞錯，後果真係會好嚴重，甚至可以話係災難性。就係我哋每日睇住咗手嘅智能手機，如果唔小心唔見咗，第一時間到底應該做啲咩？喺分享正確步驟之前呢，阿傑想先同大家講一個真係發生喺我鄰居黃阿姨身上嘅故事。咁呢件事真係俾咗我一個警號咯，都令我覺得今日呢條片我一定要拍。黃阿姨上個月去街市買餸，部手機擺咗喺外套袋度，點知人多擠迫嗰陣，部手機就俾人偷嘅。黃阿姨當時好緊張，第一個念頭就係佢俾人偷嘅，要快啲去警署報案先得。咁所以佢就急急忙忙跑去最近嘅派出所，又要填資料，又要做筆錄。等佢哋警署出嚟已經過咗1個幾鐘頭，佢心嘅依家終於可以放心啦。點知返到屋企，佢個仔用電腦幫佢查銀行戶口，兩個人都呆咗。黃阿姨戶口入邊本來預咗養老用咗30幾萬新台幣，就冇咗報案嗰1個幾鐘頭入邊，一筆一筆咁全部俾人轉走晒，1毫子都唔剩。好多人聽到呢度可能會咁，點可能咁？手機唔係有鎖屏密碼咩？執到部機嘅人點可能入到網上銀行啊？咁問題就係出咗呢度，我哋真係太咁少而家嘅有心人啦。咁所以阿傑今日一定要將即係喺專業人士度學翻佢嘅保命方法同大家分享。咁手機唔見咗之後咧，千祈唔好第一時間咧就衝去警署報案。根據專家嘅經驗，有高達99%嘅人第一步就做錯咗，好似我鄰居黃阿姨咁，搞到損失冇得補救。如果你覺得呢個話題對你同你屋企人好重要，希望可以幫到更多人，就記住訂閱我哋嘅頻道，仲要睇埋個細鈴鐺，咁你就唔會錯過將來任何一期可以保護我哋生活嘅重要知識啦。大家不如靜靜啲睇一啲，而家嘅手機早就唔止係一部淨係可以打電話嘅機器。咁就好似我哋第二個分身係我哋生活嘅遙控器，我哋用佢哋叫外賣、叫的士、俾錢買嘅，仲用佢同全世界嘅親戚朋友聯絡感情。可以話我哋生活上大大小小嘅事都同呢部細細部嘅手機綁埋一齊。更重要嘅係，手機入邊唔淨止有我哋所有人脈同聯絡人，仲綁咗我哋嘅信用卡、銀行戶口，儲存咗我哋最私密嘅個人資料同相片。所以一旦部手機唔見咗呢，真係會急到好似熱鍋上邊螞蟻嘅，完全唔知點算好。呢個時候，如果你第一個念頭係衝去警署報案，你睇下報案要填資料，要做筆錄，警察叔叔仲要幫你調監控，成個程序跑晒，快就半個鐘，慢就1個幾鐘。對於佢專業又唔懷好意嘅人嚟講，呢段時間已經夠咗將你部手機由頭到尾研究清清楚楚。佢哋最常用亦都最恐怖嘅一招呢，就係利用手機嘅短信驗證碼。佢哋會喺你張 SIM 卡插入自己部手機，然後打開你各種應用程式嘅忘記密碼，系統就會將重設密碼嘅驗證碼發送去呢張 SIM 卡。只要收到驗證碼啦，佢哋就可以輕輕鬆鬆登入你嘅社交軟件、你哋電子錢包，甚至你喺網上銀行，然後將你戶口入邊嘅錢一筆一筆咁全部轉走。更恐怖嘅係，佢哋仲可以用你個名義去唔同嘅網上借貸公司申請貸款，等到賬單寄到嘅，你先發現自己一瞬間就背咗幾十萬嘅債。咁睇到呢度，係咪已經覺得冷汗直流？所以阿傑今日一定要同大家分享專家再三叮囑嘅保命標準操作流程。手機唔見咗，請一定要記住唔好驚，亦唔好即刻去報警，冷靜落嚟。跟住阿傑接住落嚟分享咗6個步驟，一步一步咁做，先可以最大程度咁保護好我哋辛苦一世嘅財產。第一步，請即刻揾身邊嘅人，無論係餐廳嘅店員定係路邊嘅陌生人，借部電話即刻打返自己部手機號碼。呢一步好重要，因為我哋唔好一開始就假設部手機一定係俾壞人執嘅。好多時候其實可能只係喺褲袋滑咗出嚟，跌咗喺附近張凳底，或者俾某個好心嘅路人執到，佢都唔知點樣聯絡你。呢個時候千祈唔好用傳訊息嘅方法，因為部手機個熒幕係鎖住咗，對方就算想嘅都攞唔到你嘅訊息。最直接有效嘅方法就係打電話。如果電話打得通，對方又接咗，記住一定要有禮貌嘅同對方溝通，睇下可唔可以約個地方攞翻部手機。同時一定要同對方講會準備一個利是嘅表達感謝，唔好覺得呢個利是係理所當然，因為一個利是可以大大提高部手機被歸還嘅機會。但係如果電話打咗好耐都冇人接，或者響1兩聲就俾人惡意掛線，甚至直接關機，佢通常就代表情況唔係咁簡單。我哋必須即刻進行第2步，1秒都唔可以拖。第2步就係要用最快嘅速度去掛失你嘅 SIM 卡，即係我哋講嘅手機卡。呢一步係所有動作入邊最關鍵同最緊急嘅一步，係成個指示過程嘅重中之重。點解要咁講呢？因為而家實在太多應用程式、網站甚至銀行金融服務都係用你嘅手機號碼嚟做身份認證嘅最後一道關卡。只要人哋可以收到你手機號碼嘅短信驗證碼，
佢就有好大機會可以破解你所有密碼，接管你成個數碼人生。所以我哋一定要第一時間徹底斬斷呢一條路。請即刻打電話俾你嘅電信公司辦理 SIM 卡掛失同停用。各大電信公司嘅客服專線，阿傑建議大家而家可以喺張細紙寫低，放喺銀包度，以備不時之需。中華電信係手機直撥123，台灣大哥大係188，遠傳電信就係88。電話接通之後，直接同語音系統講要轉人工客服，然後清楚大聲佢同客服人員講，我部手機唔見佢，要即刻辦 SIM 卡掛失。呢個動作一做完，對方手上嗰張舊卡就變咗一張廢卡，再收唔到任何短信。第三步就係要凍結你嘅行動支付同電子錢包。打電話俾電信公司嘅同事，或者 SIM 卡掛失完之後，就要即刻處理呢啲同錢直接有關嘅支付工具。例如我哋成日用咗 Line Pay、街口支付、悠遊付等等。你可以揾身邊嘅人借部手機或者電腦登入呢啲支付工具嘅官方網站。通常上面都會有線上客服嘅聯絡方法，如果揾唔到，都可以直接打電話去睇睇嘅客服中心，向客服人員申請暫時凍結賬戶嘅交易功能，避免部手機俾人偷咗之後到處盜賊。第四步就係要凍結所有綁定佢嘅銀行金融卡同信用卡。只要你喺銀行戶口或者信用卡有綁定任何行動支付，或者你有用開網上銀行咧，就一定要即刻打電話俾你哋銀行。銀行嘅客服電話就印咗去你每一張提款卡或者信用卡嘅背面啦。電話接通之後咧，一樣轉去專人服務，直接同佢講我部手機唔見嘅。為咗安全起見，我需要暫時凍結我名下所有卡嘅交易功能。特別係網上轉賬同埋刷卡功能，呢一步重要，因為而家手機網上轉賬嘅每日限額通常都高過提款機提款嘅上限好多。不法之徒好有可能就係利用忘記密碼呢個功能，叫系統將驗證碼發去你遺失佢嘅手機，跟住就可以登入你嘅網上銀行，將你戶口入邊嘅存款一筆一筆嘅全部轉走，就好似黃阿姨遇到嘅情況一樣。第五步就係即刻通知你所有親戚朋友，咁做係為咗防止不法之徒冒充你身份去呃你身邊嘅親友。呢種二次傷害其實好常見，請你盡快用其他方法，好似叫你屋企人或者好朋友幫你發信息，咁你哋 Line 群組、Facebook 或者其他社交媒體上面廣泛通知大家，話你部手機已經唔見咗。相關嘅通訊軟件同電話號碼而家都暫時停用嘅，仲一定要大聲提醒大家，如果有人收到用你名義發佢嘅信息，內容係話要借錢、要幫手買遊戲點數，咁100個都係詐騙，千祈唔好中招。第六步先係去警署報案，順便試下揾翻部手機。當你做晒以上所有緊急止損嘅步驟之後，基本上你嘅錢同人際關係都安全晒。呢個時候你就可以比較安心啲去屋企附近嘅警署報案。記住要提供詳細嘅個人資料同手機相關資訊，好似手機品牌、型號、顏色，仲有最重要嘅 IMEI 碼。呢組號碼就好似手機嘅身份證號碼，通常可以喺手機盒度揾到，用嚟完成成個報案程序。完成報案同嚟到報案3聯單有一個好重要嘅法律用途，就係留低一個正式嘅官方記錄。咁樣一啲由你報案嗰一刻開始，如果部手機真係俾人哋去做嘅非法嘅，喺法律上你就可以有力證明件事同你本人嘅關係。啱啱提到呢，報案之後呢，都唔好唔記得依家嘅智能手機啊，無論係蘋果啊定安卓系統呢，大部分呢都有內置定位功能。例如用蘋果手機嘅用戶可以登入官方網站，用翻揾手機呢個功能。用安卓手機嘅用戶可以登入你嘅 Google 賬戶，使用尋找我嘅裝置呢個服務。你可以借朋友或者屋企人部手機或者電腦登入，佢會喺地圖上顯示你部手機而家大約喺邊，或者最後一次有信號嘅位置。根據地圖嘅指示，你都仲有機會揾翻你心愛嘅手機。最後一步就係要補辦一張新 SIM 卡啦。帶埋你嘅身份證正本去電信公司嘅門市，就可以申請補辦新 SIM 卡。只要呢張新 SIM 卡一開通，你遺失嗰張舊卡就會即刻永久失效，就算之後俾有心人開機都收唔到任何信號。攞到新 SIM 卡之後，裝入你嘅備用手機或者新買嘅手機，你就可以開始逐個重新啟用之前掛失咗嘅社交 App、支付同銀行服務等，生活可以重新返正軌。好啦，當我哋將手機遺失咗緊急處理標準啦、作業流程都記熟咗之後呢，跟住落嚟阿傑就想同大家傾下另一個所有智能手機用家都會煩嘅問題，就係手機電池。呢個可以話係大家最頭痛嘅問題。一部手機用耐啲，電池就越嚟越唔掂。以前可能一日叉一次電就夠，而家可能一日要叉2-3次。只要出街見到部手機電量低過20%，心入邊就開始緊張，周圍揾地方叉電。今日阿傑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位電池技術專家嘅幾個秘訣，幫大家正確保養手機電池，避免佢哋快就老化衰退。首先，我哋要先了解一個基本概念，點解手機電池會老化呢？呢幾年手機功能越嚟越強，相機又勁啲，處理器速度又快啲，
但偏偏電池技術就冇乜突破性發展，所以續航力始終都係智能手機最大嘅樽頸。而家市面上嘅手機用咗都係區離子電池，本質上其實就係一種化學電池。既然係靠化學作用嘅發電，佢就難免會有衰退老化嘅一日。我哋可以將一塊全新嘅電池想象成一個裝滿晒活力十足運動員嘅體育館，佢哋可以喺體育館兩端來回奔跑。呢個過程就係放電，充電就係等佢哋跑返去休息。當喺電池老化之後，就好似體育館入邊可以跑咗運動員變少咗，而且跑道都磨損得嚴重㗎，阻力又大咗，所以整體可以提供嘅能量就少咗。我哋最直接嘅感受就係手機嘅電嘅速度變得特別快。一般嚟講，電池係一種消耗品，佢嘅壽命係有限嘅。通常經過大約500次完整充電循環之後呢，佢嘅儲電能力就會有好明顯嘅下降。所謂一個完整嘅循環呢，意思就係你將電池嘅電量呢係由0%充到100%，再將佢全部用晒，咁就算一次啦。咁我哋應該點做先可以延長呢個循環壽命呢？專家提供咗幾個喺日常生活中好實用嘅小貼士。第一個最重要嘅觀念就係千祈唔好等到手機完全冇電，甚至用到自動關機先至去充電。好多朋友可能仲停留咗以前嗰種舊式電池嘅諗法，以為要先用晒嚟電再充會好啲，咁樣先可以充得飽。但係對於而家佢嘅電池嚟講，呢個做法係非常非常傷電池嘅，因為冇電池如果過度放電，會令到電池入面嘅化學活性受到嚴重而且不可逆轉嘅破壞。長期落去會大大縮短電池整體壽命。呢個就好似叫運動員跑道嚟到佢嘅地下，對佢身體嚟講係好大嘅損傷。咁所以呢，就引申到第二個好習慣，就係要養成少量多次充電嘅習慣。頭先講過，電池嘅循環壽命大約係500次。所以我哋嘅目標就係盡量拉長每一次循環所用嘅時間。最理想嘅做法就係有機會就幫部手機充電，唔好太介意而家仲有幾多電。有外國研究顯示，如果手機電量可以一直維持咗65%到75%呢個範圍，電池壽命係最長嘅。當然啦，我哋一般人唔需要做到咁精準，但係呢個研究俾咗我哋一個大原則，隨時保持手機有較高電量，對電池嚟講係最好嘅保養方法。就好似運動員要隨時保持體力充沛，而唔係每次都等到冇力先至休息。第三點呢，呢個都係好多人成日犯嘅錯誤啦，就係一定要徹底改掉邊充電邊玩手機嘅壞習慣。呢一點特別係屋企有年輕人嘅，一定要提佢哋留意。好多人中意一邊幫手機充電，一邊煲劇或者玩啲需要高效能嘅手機遊戲，咁樣對電池嘅傷害可以話係大到不得了。因為手機充電嘅時候，電池本身已經會發熱，如果你同時又令手機高速運作，好似打機咁，佢手機嘅處理器同其他零件就會產生大量熱量，兩股熱力加埋一齊，會令到部手機變得超級熱。而高溫就係喺電池最大嘅殺手，持續高溫會嚴重破壞電池入邊嘅化學結構，令到電池容量永久性嘅衰退，呢個係救唔返嚟。講到手機用耐啲，除咗電池續航力差嘅，仲有一個好普遍嘅煩惱，就係手機會越用越慢，越阻越窒。專家話，其實通常唔係因為你嘅儲存空間唔夠，而係負責運算嘅執行記憶體唔夠用。你可以將呢個執行記憶體想象成我哋煮飯用嘅廚房工作嘅台面面積係固定咗，你開得越多 app， 就等於喺台面擺咗越多食材同埋煲碗碟，擺到最後成個台都滿晒啲位啦，你煮嘢食嘅動作自然就發揮唔到，變得好慢。專家都教咗我哋幾個簡單設定，可以令舊手機回復翻啲流暢度。你可以喺手機設定入邊揾到同電池或者喺電有關嘅選項，入邊通常會有一個叫做鎖定螢幕後清理記憶體之類嘅功能，將佢設定做鎖屏後1分鐘自動清理。咁樣一啲，當你手機螢幕一熄咗，系統就會自動幫你關閉嘅，仲喺背景度偷偷運作緊嘅 app， 即係幫你將流理台清理乾淨，釋放多啲空間出嚟。咁樣唔單止令手機變得順暢，仲可以咁多啲電。另外，有啲手機系統都可以手動開啟效能模式，令手機嘅處理器發揮到最大效能。不過呢個模式會比較食電呢，可以睇下自己需唔需要先開嘅。仲有睇手機有記憶體擴展功能，佢會喺手機儲存空間度劃分一部分出嚟，當做臨時執行記憶體用，對解決窒機問題都好有幫助。最後呢，專家仲補充咗幾個我哋日常生活中都做到嘅家電有效方法，例如喺用嘅時候可以手動關閉唔需要嘅定位、藍牙等等服務。將螢幕亮度手動調到一個眼舒服但又唔會太光嘅程度，仲可以考慮關閉自動亮度調整功能。關閉咗唔常用 app 嘅信息推送，將螢幕自動休眠時間切短嘅，例如30秒或者1分鐘。善用手機內置嘅冧電模式。最後，盡量避免將手機放喺太陽底下曬，或者係單獨留喺焗熱嘅車入邊。
當然充電嘅時候咧，都請盡量用原廠送嚟或者有品質保證嘅充電器同埋充電線，咁樣先可以確保充電安全同埋效率。當然，如果你部手機已經用咗2-3年以上，上面阿傑分享過嘅方法你都試過晒，但係電池續航力都仲係好差，咁可能真係時候幫佢換粒全新電池啦。始終電池都係消耗品，時間到咧就要俾啲功成身退。希望今日阿傑分享咗呢啲知識，無論係手機遺失時嘅緊急處理方法，定係平時電池保養嘅小貼士，都可以幫到大家日常生活。喺影片結束之前啦，阿傑想問下大家啦，今日分享咁多技巧，你覺得邊一個對你最有用呢？如果你覺得手機遺失時嘅保命標準流程最有用，就留言1；如果係電池保養嘅技巧，就留言2；如果兩樣都覺得有用，都歡迎大家同阿傑分享你嘅睇法。等我哋都可以更聰明、更安心咁用好呢個生活中不可或缺嘅好拍檔。我係阿傑，我哋下次見。